好来，乡亲继续来看这个全世界新冠病毒的疫情也是真正难，有未少条伫中国有慢性病的大伤，即卖是一药难求。下问大商会希望台湾政府会当，互这个有慢性病的大伤做一届会当领较侪药咧。健保署讲，大伤若无法度回国，家属痛啊代领1个月用药。不过健保署也是来建议讲，若是长期拢伫中国，无要倒来台湾的拍算，即上好伫当地找合格医疗院所来治疗，安尼较妥当。疫情多发生时，海基会甲台商跨海合作，千里送药啊，和会友病童。不过，即马国际疫情继续伫拖，即马连有慢性病台商嘛拄着强要无药啊通食的问题。希望讲台湾政府会使放宽提药的限制。经过医师判断，他确实在用药上比较没有安全上的问题。那透过这样的模式呢，那当事人尤其就是他亲友帮忙做切结以后，可以领1个月的慢性病用药。健保署表示讲，伫医生的同意下，台商的亲戚朋友写设计书，就会使以台商本人的健保卡领1个月药啊。结果将这药啊寄去中国，是讲中国的海关对药啊有真侪限制，有一寡药啊若是用寄的，有可能伊的药效会受到影响。慢性病用药，我们认为其实还是要搭配一些临床的数据嘛，哈，比如说他的血糖啊，或是血脂的状况。再加上慢性病患者需要回诊和医生确定病况，所以讲用药的剂量嘛有可能调整。健保署是呼吁讲，若短期内无打算要转来台湾的民众，上好伫当地找合格病院去做诊断。